啊，国民党这边也要把上强的人选杀出来。前立法委员沈富雄认为，这2天网络的民调，罗秀燕甚至是比侯友宜较悬哦。既然安尼，就较归气咧，直接侯友宜来配罗秀燕，安尼就天下无敌咯。加油声发落去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伫咧顶礼拜三中常会顶确定2024立委提名机制，即马选举会名单嘛出来，新闻传出有立委鲍坤琪、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、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调詹明忠、前立委黄昭顺等等，或者立委选区提名作业，上紧4月初上班6月底前得当完成提名。也毋过民进党共心杀偌清得出来，国民党这边也个无消息。这个问题不难，就是该讲就讲嘛，不要畏畏缩缩嘛。如果你提侯友宜搭配卢秀燕的话，天下无敌。大家拢休困啊，免算了。前立委沈富雄讲，网络民调罗秀燕的支持度比侯友宜较悬，认为国民党爱甲阿萨利的，也毋过罗秀燕早就已经表态。我会站在非常客观公平的角色予以协助团结。我们各方各界给予的声音，并且参考相关的民调来聚焦人选之后，我们再推出来。侯友宜、罗秀燕啊，真正徛做伙，就代表两个直辖市长拢会出来选。比较民进党化新选条款，传出就是伫咧讲侯友宜，即马拿赢可能甲新北、台中两个直辖市长定调出来选总统，到底想这是上高的，大人心内有数。也毋过党中央若是搁毋细刷行，刷落来这场战，恐行得愈歹拍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